今若继续来看台北股市，早起一个开盘，台积电就冲起哩1000块，中昼进前上悬一度攻起哩1005块，大起21点，市淡嘛逼近到新台票26条。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7月初10要过93岁生日，网友讲这是予张忠谋上好的生日礼物。股民见证历史性的一刻，富国新山台积电今日开盘时，股价徛起1000块，上悬目攻起到1010块，以1005块做收起26块，晋升为千金股的行列，市值将近有26条。投资人真欢喜，可能早就料想会到，因为今日一天台积电的 ADR 起3.8%。股票冲过1000块的新纪录。全世界目前所有的科技当中，全部聚焦在所谓的 AI 概念股，就相关台积电的设备厂商也跟着做大涨的一个动作，每一天将近40几档涨。台积电带动大盘一直攻，成以23,360点开出盘中继续冲悬，上悬的时刻冲到23,571点，最后是收伫23,522点，起350点。是讲这款的情形，敢有可能是一天的行情呢？市场的乐观的气氛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，台积电股价可能会持续往上冲。那至于很多投机股可能还是续飙啊，但是在这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。股票表现较好，听讲是头一摆得到苹果采用 SOIC 的服务，将用伫 M 系列甲后一个世代 AI 的晶片，加上发射会18要举行，外界看好台积电营收表现将会超过料想。2奈米制程，再加上 Infor 加上 SOIC 的意识整合封装的技术之后的话，将会成为台积电未来2年的一个获利及营收成长的保证。市场这一利多的消息，和台积电伫股票表现创造全新的纪录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